Daddy 飲茶。唔該晒，靚女。Hello。Hi。哦，好啊好啊。陣間見啦，拜拜。做咩啊？約咗朋友啊？係啊，其實今日咧我約咗個朋友，諗住帶佢嚟屯門行下㗎。Daddy 啊，你咁熟屯門，你會唔會可以幫我哋做導遊啊嘛？唔好講咁多啦，埋單啦。唔該，埋單。好耐冇見，等我嚟介紹下先，呢位就係我爹哋，呢位就係 Kitty。Hello，文哥你好。其實咧好耐都冇嚟過屯門㗎啦，所以今朝咧特登早啲出門口，點知早到咗咁多喎。其實屯門啲交通咧真係好方便㗎，哇咁快就到啊！你今日真係有福啊，因為啊，佢除咗係屯門王子之外咧，佢仲有另外一個好特別嘅綽號㗎。係，佢就係屯門字典啊！好嘢好嘢。有啲咩關於屯門咧，你都可以問下佢㗎。咁就啱啦。其實咧我都想知道多啲有關屯門嘅嘢，咁一定要問你啦。冇問題，我今日咧就做住你哋兩個嘅導遊先，好冇？好 ，Let's go。Hello。屯門咧本身要用一日時間去遊覽屯門。我建議先從屯門文娛廣場開始，事關呢度就係屯門嘅中心點，有各種嘅交通工具連接全個社區，而中央圖書館、郵政局、法院以及大會堂等同市民息息相關嘅設施都集中咗喺廣場呢度，所以係認識屯門最好嘅起點。穿過文娛廣場就係城市中嘅綠洲屯門公園。整個公園佔地12.5公頃，係居民主要休憩嘅場所，當然亦都係影相嘅好地方。提一提大家，公園裏邊咧係設有一個爬蟲館，最啱一家大細嚟參觀，近距離接觸各種爬蟲類動物。當然，屯門區內仲有好多著名嘅景點，今日我就會用一個全新角度，帶大家發掘更多嘅可能。我知㗎啦，啲靚女啊，梗係中意影靚相㗎啦。所以咧，我特登帶你哋兩個嚟呢間有60年歷史嘅青松觀呢度，等你哋影相影餐飽。哇！呢度歷史真係好悠久喎。爹哋啊，呢度影相咧真係好有 feel 啊！你睇下嗰邊啦，又有小橋流水，又有亭台樓閣，哇！呢度嘅景色真係無得彈啊！不過影還影喎，始終呢度咧都係道教嘅聖地。每日咧都有好多善信嚟參拜嘅，我哋影嘅時候咧最緊要循規蹈矩，唔好咁嘈，唔好影響人哋。我哋明㗎啦，文哥幫我哋影多幾張添啦。又係我揸機。係啊，影咗兩張先。等到我嚇。得。OK 嗱。青松觀主殿金碧輝煌，氣勢宏偉，同典雅嘅園林互相輝映。作為香港著名嘅道觀，青松觀每日都係咁香火鼎盛。如果你用遊客身份嚟行下，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參觀㗎。喂，你哋過嚟啊！你睇下呢個盆景咧幾咁細緻傳神。哇，真係好似棵大樹咁，只不過 mini 版啫嘛。Kitty， 你中唔中意睇啊？我中意睇啊。咁啊啱啦！青松觀咧，每年嘅4、5月份咧都會舉辦1年1度嘅大型盆景展，咁到時你咪可以睇個夠咯。唔經唔覺，我哋都行咗2個幾鐘噶咯喎。其實入嚟青松觀咧，最好就預翻半日，順便啊可以試埋啲齋菜。不過今日咧我哋行程緊密，冇法啦 ，Let's go！優美嘅海岸線係屯門嘅自然寶藏，唔使10分鐘車程，你就可以由繁忙嘅市中心直達各個設備齊全嘅沙灘。要開心咁同陽光玩遊戲，梗係 no problem 啦！哇！呢個沙灘真係好靚啊！唔講我仲以為去咗海南島添喎。你會唔會誇張咗啲咧？一啲都冇誇張啊！你知唔知啊？以前好多粵語片咧，一啲海枯石爛嘅鏡頭啊，都係喺呢度取景㗎。仲有啊，你見啦，水清沙幼，環境優美，所以咧就吸引好多導演咧入嚟呢度拍戲啊！其實我知道咖啡灣咧有好多活動可以玩到嘅，你睇下我哋身後面有人打緊沙灘排球啊，好似仲係玩緊比賽添嘅。其實咧喺香港好少地方可以玩到沙灘排球㗎。你睇嗰邊獨木舟啊！一到假日風和日麗咧，好多後生仔就會聯群結隊出去爬獨木舟，夠晒寫意咯啩！下一次你哋約埋啲 friend 入嚟玩餐飽好唔好？好啊！
喺咖啡灣隔離就係充滿歐陸風情嘅黃金海岸廣場。每逢假日，呢度就會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藝墟，擺滿咗各式各樣嘅手工藝小攤檔。睇下揾唔揾到你嘅心頭好。啊！你咁樣交俾我咪得啦，耶！我成功啦！喺屯門仲有好多嘢玩嘅，最重要嘅就係所費無幾啊嘛！不如就等我哋一齊玩餐飽啦！唔係咁樣揸㗎，我見到隔離嗰個咧咁樣㗎。係咩？好似好難咁嘅。其實打歌負咧好容易嘅啫，我知你兩個咧都係初哥啊，所以咧我就特登帶你哋兩個咧嚟屯門康樂體育中心嘅練習場呢度練下發球先。咁又係，如果唔係第時咧，我哋要落場打波嘅時候啊，我哋連開波都開唔到，咁就瘀啦。唔好以為打歌係一種高消費嘅運動喎，其實咧都一樣可以好平民化嘅。屯門康樂體育中心係全港第一個公眾高爾夫球練習場，提供咗91條球道俾大家練習。如果你自問係高手，想感受一下喺草地上面擊球嘅樂趣，都一樣可以㗎。因為呢度一樣設有練習草坪以及沙池設備，俾你大展身手。由於屯門係位於新界嘅西北面，所以一直以嚟都係香港境內最佳欣賞日落嘅地區。尤其是係龍鼓灘，因為呢度環境寧靜，而且視野廣闊，相信可以為你留下深刻難忘嘅回憶。如果你想為另一半炮製浪漫驚喜咯，你識點做嘅呢？唔經唔覺咧，我哋今日都已經去咗好多地方啦。係啊，天都開始黑，應該係時候咧，我食飯，我知你諗乜嘢嘅，冇問題。今晚咧，我請食海鮮，好唔好？所以咧，我特登帶你哋嚟呢度咧，就係揀一啲靚嘅海鮮。但係點解買海鮮要嚟屋村買呢？我見到個牌寫住三聖村喎。哦，有段故嘅。以前青山灣三聖村呢度咧就有好多漁民咧出海捕魚嘅，咁佢哋捉咗啲魚蝦蟹咧就會擺喺呢度嚟到賣嘅，咁啊所以咧又平又靚又正啊！直至今時今日咧都仲有好多漁民咧出海作業㗎。哇，咁咪真係好似日本築地嘅魚市場咁，即買即劏，哇，夠晒新鮮啊！唔好講咁多啦，即刻去揀啲新鮮嘅海鮮。快啲去好啊！你哋揀好未啊？未啊！呢度咁多海鮮都唔知揀咩好。敏哥，你有冇咩意見啊？唔使擔心，等我叫呢度嘅老闆，亦都係我小學嘅同學仔德哥嚟介紹下。德哥，喂，3個人食晚飯，有咩好介紹？一隻鮑魚咯，咁咪另外跟住上多龍蝦咯，係，咁咪煲下糯米飯咯，係，另外蒸多條魚咯，非常好，正正，就咁決定，好嘛？我哋走啦。揀完海鮮就可以送嚟酒家度烹調。今次我所選擇嘅呢一間呢，就係位於小山丘上面嘅酒家。佢自成一角，唔單止環境清幽，同時更加係好多人嘅集體回憶添。估唔到呢間海鮮酒家都有個露天嘅地方，俾人出嚟食下飯、傾下偈咁。望出去仲有樹有山，仲有青山灣添，環境真係唔錯喎。呢度好有名堂㗎，叫做容龍別墅。佢同拆咗嘅雍雅山房咧一樣係咁出名，一樣咧係粵語片取景嘅好地方嚟㗎。誒，唔好講咁多啦，如果唔係啲海鮮唔等我哋嘅，一於食飯。OK。今日嘅行程咧就真係夠晒豐富啊！我好滿足啊！係啊，多謝你敏哥，今日咧帶咗我遊屯門遊咗成日。哇！我真係估唔到咧，屯門有咁多咁好玩嘅活動㗎喎。開頭咧，我仲以為入嚟屯門冇嘢玩呢？錯！無論你一個人嚟又好，抑或係拍拖嚟又好，又或者係3、5知己，抑或係一家大細，總言之咧，梗有一樣嘢啱你玩嘅。仲有啊，入嚟屯門啲交通咁方便，
好簡單啫嘛，話嚟咪嚟，根本就唔需要任何理由。總之一句講晒，得閒多啲入嚟。計我話咧，食埋甜品，咁我哋今次嘅行程咧就簡直係 perfect。我一路都講噶啦，屯門啲交通咁方便，今晚我哋一於食夜啲、玩夜啲都唔使驚。好，嚟 ，Cheers！ Cheers！ Cheers！